断播了，70多个人有，直接断播去了，让你们破费了，真的。我们的点赞有2万多，兄弟们，刚刚前面有2万多个赞，有点浪费了，真的。感谢抖音官方，感谢抖音平台，兄弟们点点赞啊，点点赞。点点赞，兄弟们点赞加油，点赞加油。没有关注的帮我关注一下，兄弟们，谢谢你们。谢谢你，这个什么意思？啦哩啦啦啦么，啦哩啦啦啦哩，真金马路也是个真个，爱唱歌的小什么？爱唱歌的小。你刚刚那个，我聊吧。Hello， 美女你好。Hello， 哥哥。你是爱唱歌的一个女的啊？啊，是嘞，我是一个爱唱歌的娘们儿。对，我也是爱唱歌的，我们两个打一场 PK， 谁输了唱歌嘛？可以吗？行。好。冲脸好不好？好。谢谢明明哥哥。还是他是哪的呢？我们两个对麦啊！好。兄弟们，小星星有的话团结下，把对面的美女唱歌的好不好听？对面的美女唱歌好不好听？兄弟们看一下，真的，加油，兄弟姐妹们，一人一个小星星，加油！谢谢雪域车人送来的小星星。直播间里面有20多个人，兄弟们加油！谢谢兄弟们！哇！喜欢听对面那个美女的歌声听的话，一定我们赢一下，好不好？我们赢了的话，才对面的歌声可以听到。谢谢30级的大哥送来的墨镜，谢谢30级的大哥来到我的直播间，很高兴认识你大哥，真的，谢谢你送来的墨镜，谢谢。其他的兄弟姐妹们点赞加油，点赞。其他的兄弟姐妹们点赞加油，兄弟们点赞加油，点赞往前走起来，兄弟们，我们把对面的美女的歌声听一下，好不好，兄弟们？对面美女的歌声听一下，好不好听？真的，20多个人，我们的榜一点点关注下，兄弟们，榜2点点关注下，送墨镜以上的，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点点关注下。感谢我的榜一哥送来的棒棒糖，谢谢榜一哥送来的棒棒糖，谢谢兄弟，自在大哥送来的这个小星星，兄弟们，最后一个墨镜，帮我过个加成，兄弟们，帮我过个加成，最后一个墨镜加油一下，好不好？直播间里面有20多个人，兄弟们，最后一个墨镜好不好？加油一下，兄弟们，最后一个墨镜加油一下，好不好，兄弟们？帮我过个加成，兄弟们，加成是有一个墨镜，兄弟们，是有一个墨镜加成过得到，因为我们这边今天晚上人气太差了，
一人一个小心心，等的话永远过不了加成，真的。就送一个墨镜，加成马上就过了，兄弟们，一个墨镜。20多个人，我们的榜一榜二，点点关注下，榜一榜二，点点关注下。直播没有关注的关注下，兄弟们，这个是我的小号，这个是我的抖音小号，兄弟们，没有关注的帮我关注下。点击图像走数遍，这里按一下，免费的按一下，谢谢你们，真的感谢我的榜一哥，感谢你的关注啊，谢谢谢谢。谢谢雪域策人送来的小心心，谢谢谢谢，真的。哦，最后一个墨镜加油，兄弟们！雪域策人送来的小心心特别多，或者是35个小心心，有的话一个墨镜就过了加成，兄弟们，没有的话35个小心心可以吗？35个小心心一次性，哇！谢谢谢谢这个，感谢我们的欧梦美女，欢迎欢迎欧梦美女送来的这个墨镜，哇塞，我的欧梦美女来了，真的是。我们的成都的美女欧梦美女来了，谢谢你送来的墨镜。现在是双倍，兄弟们，现在是双倍，1.5倍的加成，兄弟们，1.5倍的加成。热气球墨镜，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就上什么，兄弟们。我们把对面爱唱歌的那个美女的歌声听一下，她唱歌的什么样子的歌声，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兄弟们，真的看起来很好听啊！谢谢欧梦美女送来的墨镜 ，Let's go， 么么哒，真的。这个美女太感谢你了啊，美女，真的谢谢谢谢，哇，谢谢谢谢美女，真的送来了墨镜，谢谢谢谢欧梦美女，哇，谢谢谢谢欧梦美女送来的墨镜，谢谢我的榜一欧梦美女，真的是欧梦大号，谢谢谢谢，哇，感谢感谢感谢欧梦，真的谢谢谢谢，让你破费了欧梦，谢谢谢谢送来的墨镜，真的谢谢谢谢，太给力我了，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小星星墨镜有的话团结下，兄弟们，把对面的那个美女唱歌感受一下，看起来声音很好听，兄弟们，把对面那个娘们真的是皮肤也特别的好，白白的很，皮肤特别好看，对面的这个美女真的，嘴巴呀、眼睛呀、鼻子呀那些都好看，真的，好看死了，真的，这样看起来真的我都，唉，那种。最后往前点注意的兄弟们，说不定对面会偷他，兄弟们，说不定对面会偷他，是不是这几天一直在当播？对，一直在当播，不让直播，什么原因不知道，我就只能就坚决播一下这个小号里面，人气也不怎么好。最近我特别可怜，知道不，美女，真的，最可怜的就是最近，兄弟们加油！我就跟你们说了嘛，兄弟们。绝对会偷他的，兄弟们。那谢谢我家乌鸦哥哥的那宝山。这个是什么原因？知道吗？我问你问一下嘛，你认识的直播的那些人特别多吗？是什么原因？啊，什么意思啊？我说最近4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会断播，这个是什么原因？爱唱歌美女，你知道吗？我没听懂你说了什么断播，4月份我没听懂。34的4月份啊，4月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第10天，知道不？一直直播不让直播，一直断播。谁呀？我。你干啥断播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断播就是你不开播呀？断播又开播一次，又断播了，又开播一次，就这样烦得很。你违规了？没有违规了。断播就是你。我就可爱的唱歌，可爱的说话，好好的带着他们就断播，真的是。你被提醒了？正常播应该没事吧？好像是我们民族的话说错了，说的原因吧。对，可能就是抖音，可能就是那啥，可能你说的话那啥，就是把你让你提醒，让你下播，懂了吧？好的。这个意思。你最近一直不当播干？我没有，因为我是我那啥，我都正常。对，你正常，你说普通话特别标准嘛，特别牛逼 class， 我普通话说的不怎么好。你看这个牛啥，说给你这个牛啥，你要说是牛掰，不要说那个字儿，能不能懂？你普通话说的特别棒。对，
我就是告诉你，省得你又嘎嘣给你关了。啊，那我就展示一下唱一段歌曲啊。行，一段歌曲，你爱唱歌的跳个舞，你跳个舞行不行？啊？你跳个舞。可以，你伴伴奏呀。啊？你伴奏呀，放伴奏。放伴奏啊？你要放音乐啊？对，你放个你们放音乐。我的意思，你放个你们那的音乐，你给我跳2下就不行？哦，好的，没毛病。因为我感觉你说话给我们不一样，这个意思。嗯，好的。欢迎张哥哥。好，兄弟们，我就跳舞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这个是我的小号，兄弟们点点关注。Zidla darilo daje se cheme to chechala tando pangi me la ye ka ronse la ye don pon ayonanda ye ton le yon checha sho se pime ti跳的特别棒，这个也是我的歌声，我自己唱的。啊，这首歌你唱的？对，是我自己的声音。你这么厉害啊？我是会唱歌会跳舞的。哦，好。你爱唱歌的，你的抖音的名字叫爱唱歌的，所以就是我找你的，知道不？没有别的意思。我特别喜欢唱歌，不管是汉歌，不管是藏歌，都是我们中国的歌曲。对，谢谢你，谢谢你。很高兴认识你。我挂了，因为刚才挂了，我一想，哎，又是你连过来，所以我就接了。对，这才是缘分，知道不？对，我一想，基本上挂了之后就找不到我了，就那一种。我的抖音大号不敢开，最近一直断播，今天晚上将就去开一下我的这个小号。就是你还是注意一点，就是少说那些就是那样的话，可能不知道哪句话那就那啥。你是哪里的？因为老师，我是山东的。山东我没有去过。你知道吧？听过。但是图片里面看过，抖音里面刷过山东的城市，很大的一个城市。我是西藏的啊。哦，要不然我说你刚才你跟我们说话不一样，我想让你跳一段呢。对，你西藏去过没有？没有，我没出过门。好，以后来西藏的话见个面啊。行，可以。我以后来山东的话，你就带我去哪个地方好玩，你带我去啊。行，好 ，OK。那我走啦。好，拜拜。拜拜，一路长虹。一路长虹，身体健康。好，拜拜。再见，点嘞。啊。
一个山东的美女碰到了，有点紧张了。直播间里面有70多个人，兄弟们，这里点点关注一下可以吗？这个是我的小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小号，兄弟们点点关注一下。最后能不能40个人关注一下，兄弟们？在一起的呀，永红哥说什么？谢谢你们的关注啊，很多人关注我了，真的。谢谢公嘎监测送来的小心心，很多人关注我了，真的谢谢你们啊！在家里直播待着，找不到美女，一直心里面想的都是美女，结果一个都没有找到。哎呀！我也不知道，永红哥，我也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有缘分的话能找得到，没有缘分的话，再追了一两年追了也没用，白追的，找不到。啊啦啦哩啦啦啦哩啦啦哩啦啦啦，唱一首歌，好的。唱一首歌没问题，兄弟们点赞加油，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我就在唱歌，真的。欢迎雪山，你好，你老家哪里的？我老家是西藏成都江丹德玛的，登口的登口，知道吗？老是江巴罗西的老家，你们好像听过吧？登口。那你今天不打 PK 吗？说死！我要打 PK， 但是你们没有给我烧日气球呀，我就打不过人家，知道不？再这样打 PK 的话，很丢脸，知道不？那就我们好好轻轻松松的带着唱歌聊天，这就 OK。兄弟们，真的，你们给我热气球、保时捷私人飞机那些烧的话，我就可以打 PK 呀。这些没有的话，我不敢打 PK， 害怕，真的。我就唱歌，兄弟们，我就唱歌，真的，不开玩笑，我就好好唱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容是比中生，心都热马下了手，热我塞拉破胸，切拉里切拉马了，擦瓦马呢这个。拉玛罗热木起，冰冻冻的雨哟。谢谢你们送来的火箭和小星星。侬在用笔叫难了，这里到家了，认真了，擦瓦玛呢这个切嘎家一口，冰冻冻的雨哟。拉玛罗热木起，冰冻冻的雨哟，冰冻冻的雨哟。谢谢你们兄弟们，
懂什么跟了，平的马驴正边，一年扎一家错，个真能用真有，个天下必定有。一年了，人不见的心光的雨哟。谢谢你们的支持。天高站一去林，跟着女把家走。妻子藏比下米，开比公婆也比，他的相机比莫冷的。跟到了人不见，他相机比莫冷的。相机比莫冷高正气，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美女，我们的榜一美女，谢谢你的夸奖，感谢我的拥护哥，感谢我们的拥战，谢谢，真的。好的，谢谢老师，不用谢，应该的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兄弟们，这个是我的小号，56个人，现在没有关注的有吗？有的话，这里，噔，按一下，就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加号，兄弟们，红色的加号，这里关注一下。没有的话，帮我关注一下啊，美女。好的，兄弟们，谢谢你们的关注，现在关注的人特别多，真的。啦哩啦么啦哩，达香吉比莫啦么。感谢灯野送来的小星星，关注了，好的，谢谢美女，感谢你的支持。我在等你，什么时候过来？我在等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等我？我现在在家里，还没下播。真的好听，再来一个，真的好听。好的，你们这么喜欢的话，再来一个，真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第2个专辑里面的一首《远方的朋友》，再起的嘞。远方的朋友，把它可以，好的。这个歌唱完了就再打一场 PK， 再我就下播，好的。谢谢你们兄弟们点赞。
侬哟，讲得那小的侬哟，中国了解他们女么事。中国了，谢谢么事。dawa mumbungo nanga lodung mumbu sonanga counter chiche tsewa samondi ni tunno jipa tem musal chokola ni sentan noyo tem je musal chokola jipa musal chosa jade cheta ta chi so tia kombala pa to yo yo kombala pa to yo yo tu na je pa ma ni ma sa tu na je pa ma ni ma sa谢林，谢谢你们的支持。这个叫元芳的朋友，谢谢我的榜一帅哥，谢谢啊送来的礼物，感谢你的支持，真的。27级的帅哥，感谢我们的榜二美女，开心不是开心那个开什么那个美女，感谢我们的榜三，感谢我们的心智，感谢我们的灯宝，感谢我们的永红哥，谢谢你们的支持。我有些汉字我不会读，兄弟们不好意思啊。新歌，好的，新歌是吧？永红，我们1314520大哥说的35级的那个，好的，马路。新歌叫《天乱之了》是吧？三多年没过在，脏了用了吹上夜的路，是不是这个？喜欢这个的话可以唱啊，兄弟们可以唱。今天晚上太晚了，只有5分钟的时间，在我就不打 PK 吧，好不好？我们好好感受一下。喜欢听歌的朋友们，听歌哦，没有关注的给我留个关注，给我关注一下，谢谢你们帅哥美女们、弟弟妹妹们，给我留个关注一下，给我多多的支持一下。这个是我的小号，这里点关注一下，真的。如这三界永这三界，你唱什么都好听，谢谢。好的，那我就唱一首《天乱之乐》。天乱之乐，要不唱个故乡？打天乱之乐唱吧。天乱之乐很长时间没有唱，家人们点赞加油，点赞加油，说不定有可能会当不到，真的说实话。因为我唱的这个是藏歌，你们6期直播和666打一下。三多年没过的心，脏了用了吹上夜的路。都知三界永这三年之也梦把三兄夜的路，东东大瓦有能下了在你真的兄夜的路。做这满不能动连脏，也该让我松手。谢谢你们的支持，没有关注的关注从起来，兄弟们，这个是我的小号，谢谢，感谢你们。
熊呀里喽，也用是为家穷呀了为，也干我总说，熊呀里喽，下季正见了吗？心中的悲伤，熊呀里喽。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呀，谢谢，288，谢谢送来的人气票2整七。想点正经怕嘛，可在这里点熊呀里喽，他妈不着那把呀脸脏，也该我总说，熊呀里喽。熊呀里喽，几缕门把多年我当也扎的悲熊，几缕门把多年我当也扎的悲熊。姚振气，谢谢你们的支持，兄弟们。这个叫《天然之乐》，也是我去年2023年出的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我自己写的一首歌，兄弟们，好听的好，点点关注一下，这个是我的小号，兄弟们。小号里面第2个作品，兄弟们点点赞啊！50多个人现在，我的小号里面第2个作品点点赞。老师唱的好听一次，但你们就这样说的话，我就再想我就唱一首歌，真的，我就再想唱一首歌，我就走了大爱，谢谢，爱是亲爱的爱嘛，这个叫大喽，谢谢兄弟。送来的啦，哦，好的，兄弟们，再我就唱一首《故乡江大》，也是去年写的一首新歌，算是一个新歌。这个歌唱完了，就江大话没毛病，真的。而且去给俺了点赞没在教的，你能用要不来好好的。这个叫江大话，这个叫《故乡江大》的歌，兄弟们。喜欢的朋友们点点关注下。日头里在梦中啊嘞，沙金边摊卡那么蓝的嘞。萨加尼，用的米的扎本热，多个马这样了，让等的人过点点点哟，萨切这气味怕人的。过节中哪里？
那一里用的莫接，怕跟着把这娘们切，弄分的我说去啥你去啥你，写了用你莫懂谁懂。那位说这里面这东老街，就让啥把真的没有了啥了，夜里东个雪碧也靠的，热情能让桥边就得懂。谢谢我的榜一帅哥送来的这么多小心心，谢谢，真的太给力我了。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没有关注的，关注走起来。谢谢谢谢，真的。后给口啦，黑的梦。公啥你心家为我的心些，弄个用这样的是娘妈亲，什么别别有些梦大切，梦我这几老个他人的。我就看着够钱，用那里，我就看着够钱，用那里。谢谢，够了够了，我们的榜一帅哥再不用送，真的。